幾辛苦都要一步一步堅持落去。你攰嗰陣，人哋都攰噶，堅持成為更加強大嘅自己啦。Hello， 我係一名澳門嘅職業治療師，亦都係一名業餘嘅長跑運動員。呢位就係周建儀 Alice， 佢較早前參加咗無錫10公里長跑比賽，仲打破咗澳門10公里路跑紀錄。成功嘅背後，佢又付出咗幾多努力？其實接觸呢個長跑運動嘅契機呢，係好奇妙嘅，係一場職場意外嚟嘅。咁就係當初呢，我2024年嘅時候啦，咁就意外地第一次抽籤就抽中咗東京馬拉松喎。咁我從來冇跑過全馬嘅，咁嗰次呢，就作為一個菜鳥新手咁去跑完呢個馬拉松之後呢，咁翻到嚟呢，就有兩院競技比賽啦。咁然後呢，我嘅部門嘅主管呢，佢就幫手負責去搞呢一樣運動喎。咁然後佢就話：你好似有跑步喎，仲有跑東京馬拉松喎，不如你去參加下啦。一個契機令到 Alice 接觸跑步，佢喺跑步嘅過程中又遇到啲咩困難呢？喺呢一個跑步嘅過程當中咧，其實我覺得最辛苦、最困難嘅地方咧，係真係要堅持咯，同埋日曬雨淋咯。即係你知道跑，我喺9場呢度跑嘅話咧，就好即係好似倉鼠咁轉圈跑，係咁跑，係好枯燥乏味嘅。咁同埋咧，夏天又要日曬雨淋啦，咁女仔貪靚㗎嘛，又會曬黑，又會生斑啦。咁所有嘅呢一啲嘢咧，其實都係我自己需要克服嘅嘢。咁我覺得呢啲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啲比較困難嘅嘢嚟嘅。咁體力上嘅疲勞咧，我而家已經適應咗㗎啦。作為澳門嘅業餘跑手，知道咗打破澳門長跑紀錄嘅嗰刻，第一個諗法又係啲咩呢？知道自己可以打破到10公里路跑紀錄之後咧，係個心情好興奮啦。因為其實我跑步嗰前一晚係緊張到瞓唔着嘅，咁跑完之後嗰晚都係瞓唔着嘅，但係興奮嘅瞓唔着，因為真係好興奮，即係賽前啦，其實都覺得自己未必可以破到呢個紀錄，但係賽後係破咗，不但止咧，而且嗰個秒數差距都相當大嘅，對於我嚟講，咁所以係好驚喜啦，亦都好開心嘅。作為職業治療師嘅 Alice，對於傷患會用啲咩心態去面對？作為職業治療師啦，但係其實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嘅。咁如果係傷咗嘅時候咧，我記得我第一次傷嘅時候咧，第一個反應係都好沮喪下，因為就會覺得啊，我傷咗跑步真係行路我都痛咯喎，咁我仲點練跑啊？咁一開頭第一次傷嘅時候咧，其實唔係好緊張嘅，就因為就覺得啊，我傷咁我咪停咯，停完之後再跑翻步咯咁。但係到我練咗一段時間，開始有啲成績嘅時候咧，咁就開始會覺得啊，我唔可以俾自己傷喎，傷咗咧，我停咗跑咧，我冇得訓練咧，我個速度就會慢落嚟。咁所以變相我之後我唔係第一次傷啦，我起碼傷咗4、5次啦。咁每一次傷嘅時候咧，都係會沮喪，但係咧我學識咗調節自己個心態咧，就係唔好因為傷咗而太過緊張，同埋冇急進。因為以前傷咗咧，我都會好似好過之前未至於行路都會痛喎，咁試下跑啦咁。但係咁樣試完之後咧，好快又會傷病又再復發翻。咁所以到後尾嗰幾次傷嘅時候咧，我就學識慢落嚟，真係等自己係有完全嘅 recovery 之後咧，再去慢慢去恢復翻訓練，逐步嚟咁樣。對澳門運動員嚟講，能夠打破澳門長跑紀錄係一個機遇，但光環背後更真實嘅係要面對更加多嘅挑戰。咁其實我喺澳門嘅運動界嚟講咧，絕對係一個 BB 仔一樣嘅新手啦，因為我係呢2年先開始接觸長跑嘅。咁以我自己嘅經驗嚟講咧，我覺得我接觸到身邊嘅所有運動嘅人咧，我覺得澳門呢個環境咧係提供咗好多俾跑者去跑步嘅地方嘅。除咗我成日去嘅蓮峰球場啦，跟住仲有我知道有好多跑者會喺氹仔單車徑啦、氹仔運動場啦、觀音海濱嗰邊咧，佢會跑步嘅。咁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去供唔同嘅跑者嘅需求咧，唔同配速嘅跑者去跑步咧。其實我覺得澳門嘅整體嘅運動氛圍係好好嘅，同埋定期會有長跑聯賽啦，跟住又會有澳門嘅銀河馬拉松啦，仲會有金沙10 K 啦咁樣。咁至於挑戰咧，我就覺得比較上係澳門呢個地理
位置影響跑者嘅訓練比較多啲，因為澳門嘅天氣比較濕熱啦，特別係而家氣候暖化啦，夏天咧個時間越嚟越長啦，跟住後又越嚟越濕熱啦，好似最近呢幾日咁濕熱咧，對於我哋要維持翻我哋嘅訓練嚟講咧就好困難，因為濕熱嘅空氣咧就會令到我哋心率上升得好快啦，咁所以要完成課表、完成我哋目標嘅課表都非常之困難。如果完成課表上面有差錯咧，其實都會令到我哋運動員自己心理上面會有一啲嘅影響。熱愛挑戰自己嘅 Alice 喺未來嘅長跑路上又會點樣再度超越自己？希望睇下可唔可以今年內咧可以再破多最少一個澳門紀錄啦。咁就當然係越多越好啦。咁其實都希望自己咧未來咧7、8月咧即將會有夏訓嘅。咁希望自己喺夏訓期間唔好再出現傷病，可以完成到成個夏訓嘅週期。咁喺今年年底咧，希望喺一啲賽事上面可以將自己最佳嘅狀態發揮出嚟，就希望可以達成我嘅目標啦。我哋期待周健儀 Alice 可以繼續突破自己，喺人生嘅唔同賽道上奮力奔跑。